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黄sơn河的方面，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南部的落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，中部嘛有100外毫米。这个雨还佫继续咧落，今仔日规天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。气象局针对屏东来发布着超大豪雨特报，若高雄是大豪雨特报。除了花莲的白地之外，其他的地区拢有大雨以上的雨势。 北部到明仔载的2时，雨就会较停；若南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。上班上课时间，向落大雨，地流方面加上西南气流影响，对流分系一波一波刷入西半部陆地。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，屏东县超大豪雨，高雄市大豪雨，今仔各地同款拢会落大雨。屏东的山区出现了大豪雨的现象。 而这系统在今天白天是影响最显著的时候，所以今天各地仍然会下阵雨或雷雨，也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。对流入到南部的山区造成灾情，以每点这个雨量来看，第一名是屏东81毫米，81米哩，过来就是嘉义县67米哩。 台南市北门嘛有62米哩，所来雨会安怎落？早起8点到下晡2点，南部山区会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雨，下晡2点到暗时8点，南部山区会继续落雨。雨区会扩大，各地要注意有较强的阵雨。暗时8点过了后，嘉义以南雨会继续落。明仔载日时，西南气流会慢慢啊减弱，整体雨会较回。不过南部的天气同款是无稳定。 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仍然是会有阵雨或雷雨，也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但其他各地的天气在明天白天以后会雨势比较缓和一些，但是仍断续会下雨。提醒乡亲，山区连续的落雨，较到出现崩山、落石头、溪水涨大水情形。较低所在嘛要注意，可能会淹水，沿海的所在风险较大，尽量莫去。